喂，구다조喂，구다조你不俺仨其他都快哟，给我底下来了呀，别下喂，给我底下来了呀，别下喂，要不俺是马上来会唱的，俺是说我的马上过来要不？俺他唱松竹小大鸡正过咱们，俺他唱那国家来吹口，其他是都下面的，连个车牌点点过这修的话，俺们老是的，其他是谁的？OK， 你不是你嘛？你不这瞧我看这几个多，是就我的，俺在其他是学我听的，你了其他是给这修啊，其他是这边呢。讨论俺做朋友了，我才退休跟那把啥把叫的，你看着的。也是，俺那啤酒在这酒啊，看这都西里边为家是吧？其他的啤酒的，俺这啤酒里啊，早都。其他的都也是那人下。真的也是。哦，可能。俺是自助火锅三亚的马儿嘛赚的。其他的三亚可能是那。他真的也是。哦，可能。他们啷个也有个西米子做呀？东地亚个这大，公个这大呢嘞，很多困难的。其他的西米是那人下。他真的也是。可。他喽，马家那呢，东南西北红中发财，下岸当哦，他们就要给吹面子。这也是那人下。其他是徐家老先这么说。你看呐，他老俺做朋友了，如果专家们评价，你这其中俺最也是么的，如今他给你忙学点的。Hello, welcome to Tibet. Thank you, Tibet is so beautiful. 基本到28，我这个是带。你这都养过人了，小人嘛是。啊，对了，你先把这我们去了是日经的，大陆偏见吃血的，期间给没忙过有不的嘛的。我那懂了。俺是艰难的培养工作呢，期间给错过了忙有不的，大陆明显给看见。西藏好美喽！欢迎来到西藏。Hello，哥们儿。您知不知道拉萨海拔有多少高？我也是第一次来，不知道啊。那个是的，俺是见了这个指头天下。我跟你说，俺们什么了？头真的是。你给北京的简单团队票给这边可以。北京的，那是这边呢，俺是票了，如果中间了评价的，我的是马上中国为军在的看来。你我看到了，谁个必要的？对，那俺就全部沿路咱我点个评话。当然，就是你人从的运转起来，他都听了那么些呢，俺就没不子准备，听不我一边看见一边，人爱能学的，人物听说谁个评话？但是俺是广北那个国家财神呢。我个节目辛苦，上过读过生过这个理工是还家个没个这样的，多别家吃生意呢，新大连龙门别家，听说别家，西里别家，木地别家，有地别家，就这别家这样。我谈个财神呢，深圳没谈个大，北京谈个，木地谈个，苏州谈个，那个谈个，国际谈个，省谈哪谈这个？我嘞，同济给你跟你不接是你当个起步，谈个这俩是个屁。那我呢，铁路厂嘛，卡着嘞。多少年？他中华嘛，你那我晓得的。啊，对，他第一年就其他是写嘛用的。呀，这是。俺做广北那个人物没用我是拉差的话。是不能，是贵的。这个叫人物古曼帖子，俺做国把的他了，第二再点的话。你还是写呀的。哦，这就是不的。还是这就是不的。这是那个家乡吧？对，咱个家乡吧，总的生活节目，我怎么有呢？怎么节目记住？啊，是，那天去那种能就查大学不的？去那种前面呢，去那边如果中间问题就涨了可多的钱，叫我差不多经过了大伙都吹吹钱这个多。当然这个，对吧？哎，那个就加起来顶上面，陪每一个人眼睛说肯定是吹多的。当是。本来俺是白了呀，我把东大经常是的，你那工作不会看这钱。当然，俺是广东南土地上呢，工作蒙古市场的。工作蒙古这个是有的个呢，不买个贵呢，贵会儿菜。而且呢，去那是前面呢，
公办那个古着这个他们个人物是呗你。哦，他说那公办那个工作这个的。6个月的时间，离婚当过了。他钱呐，打不起就当过了呗。他钱呐，人家了是不打这钱不能行钱，人我当过了呗。钱呐，干嘛家钱，干嘛几六的钱，也人我当过了。钱是的，当然是的。啊，这，但是其他做肯定是钱的。哦，没事呢，其他做钱的呢，抗战进了人我是过的。日本的那么说，有人给我就别人那住的人那的村里，我就见的人哪有的我们的。对，丢了就是那个推荐的错了，知道在丢了丢个人。哎呀，那你去那是肯定是起不来了。这个还是不想了。没事情呐，他就去那就说不能先给俺就过不得他那了工作时间给的蒙古点了的，人家啥子钱没有多辛苦的。俺做公办那个人家给人大有呗，我这蒙古点要嘛的，这多因为那老县给那了，我妈就是人有看见过这，特别牛气的了。不了，今天你干啥呢？要穷，别那这部公办全都吃不的，好办吃不来，好办吃不来。有个那个民主这边那些也不来，你看这县里是不是？这上了嘴不来，那么骗不来是就。这多因为呢，是那公办市场工作，哪个人物的光说讲的就是好办好不来，好办。哪个人物的三人物性格都好不来，三人物性格。一年这点年到不得刚过出来那个就刚刚前三个再就那我纠结，现在是那个把让家点进就都是。对呀，而且呢，哪个人物的工作去做哪家公司。俺这和人那个咋了呀？千万是学个点个。呀，你当怎么那个给错啊？怎么的可怕哦不嘞？这可怕不嘞？俺们这个哦不嘞？呀，也搞过出来那个就白做那我的，这对面呢老叫我了。香港军呢，现在你当怎么那个老皮不敢说？对。啊，咱们。打了评级这么吧，期间如果真想评级的，啊，就这啊什么的，香港人用到了，没钱帮着了，没帮了。呀，这不哪里在公办里面过，中国全家把我的可办起不来，是不是？有个哪里呀？你就这么东西。我死了。他钱呢？过来的涨价第二呗呢。今年听他说别说咱虚呗，完了说完那个几个日本他们以为人物下来了，人物的菜家也不是要嘛的。这你跟着学着呀？俺这个故事你别差不多嘛，你为意？这3年光来菜要嘛是吧？对了，其他日本这边差不多嘛，还来看了。俺现在这个日本他们差不多为呢。你估计现在怕跌过3年2个过了。他现在光吃了他，你给那光出了这样的，你这。他其实他光吃了其他，这个其他的不嘛就是，俺这这个我在那个地方里啊，太久了地方那些。这这个估计就是他们老呢，这路你都是到晚就把我们学完唱个的，人我帮我学完唱个这个，去那就下边那花头。这可最说不来，说的。这个估计就是他们老呢，这路你都是到晚就把广播这个广播我们学完了，我们听家是学不来。不了，人我以为呢，这种你这那个帮哪说的？这也挺正了。一年让就说单位的师兄给统计那个我了，人物才把用给拆了那个字，刚开的年个嘛是把白做那些人物俺这那咱就他妈就了。俺这边假期忙做是测试呢，黄那么做了，您怎么呢？黄是输了，我们那个不对输的。我这边。我们中间有个，我们就是我们肯定是雇的。这还看不到，肯定是我们雇大人呢，咱们在那边闹着的。肯定是。而且呢，想不到俺儿子，或者我们雇大给年最近差不多的钱那个在就走。差不多了。有的。其他就从国办那个国家特别大。好的。俺说真正了。他这那个太。哎，这是俺跟吃不吃了？其他姑妈。我姑妈，我姑妈吃不。你要不是不明白了，
古姓们，古姓们的眼我。他说这几件事别儿子他说了。你的。喂，叫他睡吧。他找了没把不明事。叫他来我干啥的？我是菩萨进出口公司。叫他白个军的白个。公在青州南镇公司。叫他个菜来做的个嘞。俺来个做的，古在人把人大有吧，都是怕体检了当。人大买吧，啥吧都是错有就的嘞。他怎么俺那个的呢？这个的呗。是啦，来就在这个月呗。来就在。俺们来到这里来就在这里，多把一个呗了。这里，俺做公司的那做吧，参加俺们他们的来就在没这个做过的。